比过太人，我惊你会对冤家不利啊！俊生，有倒一个法律规定讲，阮妈妈受伤大意，我袂用来甲看。反正我怀疑你另外有企图啦。有啥物企图你讲啊？好啦，朋友，你已经一暗无困啊，先回去休困啊。妈，来去啊！是要去倒位？我昨暗时咧讲过啊，早起要带你去刑事组作证。是要作证啥货啦？当迄天发生的情形，我看也无清楚啊。妈，你哪安尼讲啦？阿姑即摆人都遮昏迷不醒呢，敢讲你无想要替伊讨一个公道哦？俊生啊，小基也无杀人，你硬要叫我去作证讲伊杀人，安尼敢唔公道？妈，你明明看到小基手举的都拢是阿姑的话，你哪会讲伊无杀人啦？是不是明人来强啊？所以你才唔敢讲的？那你我明明人我过惨落。好啦，这是白忙呢，啊！你若要叫人吵吵闹闹，敢会看心呢？我再讲啦，秀华即摆情形生死也唔知，你敢袂使互伊安静小休养一下？明了，面洗好啊，先来食早顿。我袂晓。啊若无，你先去体一下，等我阿母的鸡汤若煮好啊，我才去叫你，咱同齐来去看小琪阿姨。我困袂去。明了，就算讲你烦恼甲毋食唔过，对小琪阿姨涉案的代志，嘛无帮助。我是咧想，代志发生的时阵，阮阿母讲死的人在场。阮秀华妈妈即摆受伤无法度讲话，俊生绝对认为讲是阮阿母害秀华妈妈。即摆会当出来做证人，出来讲公道话，就剩阿金的。那安尼，咱会用拜托伊出面作证啊。这件案件是俊生提出告诉，阿金是俊生的老母，他有可能讲老母出来做证人，害家己的后生官司失败无面子。我看毋是无可能。明娘啊，啊鸡汤煮好啊，咱赶紧摕下小鸡仔食。细妹，小琪啊，来，紧坐来。伤安怎？有要紧无？你别烦恼啦，伊的伤真紧就会好转啦。那安尼，我就放心啦。对啦，明娘有去看伊无？有啦，伊规暝吼，拢嘛咧顾秀下。小琪啊，你伫遮好无？关伫拘留所，是要好对对去。秀华最近吼真恶白来啦，你想看，互人拐伫咧遮，实在真无巧。可惜，我无办法甲你斗出来，互你赶紧离开这个所在。细妹，我的代志你莫搁再插啊。本来想讲，昨会当将一切误会，做一个完完清楚的交代。谁知影，搁惹出这个案件，我讲，这是我的劫数。那是啥劫数？自从明良出事，我无负责任将伊好好请养，煞将伊交予田教职啊。虽然背下伊真幸运去互你找着，才会当受高等教育，读到大学毕业，即摆又搁考到律师，有遮尔好的前途。也毋过，我若是想到当初是放杀囡仔迄个行为，我就感觉真罪过。莫怪我恢复记忆了后，毋捌过一天平静的日子。我想，这一定是天公伯啊，伫咧处罚我。小琪啊，莫搁想过去伤心的代志啊！上界重要，咱家迎接咱新的未来啊！是的，我知影你是好意要帮助我，你的诚意我心领。不过，我希望你以后莫搁再插我的代志。啊，
秀霞小姐的误会会愈来愈深。阿哥，你嘛转去甲明明讲，叫伊好好拍拼伊家己的前途，莫搁再插我的代志。除非秀霞小姐的身体好起来，我无要搁再甲任何人面会。小琪啊，小琪啊！进来，坐坐。爸，阿姨来看母哦。小琪阿姨敢有出来甲你面会？有啦，不过拄则都记去啊。安那才会拄好啦，我专门摕鸡汤要小鸡仔食呢。阿姨姐啊，多谢你遐尔照顾小琪啊。不过拄则伊有讲过，任何人，伊就无要搁再面会啊。哎呦，安那会变得个安尼啦？阿姨姐啊，不要紧，我来申请面会。阿母。我已经甲警员讲过，我无要甲任何人会面，因哪会当互你入？因为我是你的律师，我才会当入。阿母，阿姨即马甲庆兰拢有来呢，而且阿姨即个点这鸡汤面你啉，趁小紧啉好无？我袂晓啦，请客。阿母，你莫生气啊！刑事案件本来就较麻烦，要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会拍拼来洗清你的冤枉，带你离开这。你着较忍耐者。我知影，我的代志你是比任何人拢搁较要紧。也不过，我感觉我的代志无重要，你秀霞妈妈的身体较重要。我已经甲你讲过，假使讲伊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就算讲我互放出去，我的心肝嘛永远不爱，敢毋是咧？你放心啦，秀霞妈妈的伤，爸爸一定尽心来甲医治。也毋过你家己要较坚强，你莫失志哦。秀华，秀华，小明，敢讲拢无出声？拄则有看伊小叮当啦，啊，毋过拢无听伊出声。小明，敢有即款患者手术啊遐尔久，拢无清醒的？照你讲哦，马声若体，应该感觉听才对啊。精神啊！我讲来，秀华，秀华，秀华，哪会阁点去啊啦？你讲啦，你免着急啦，一切吼真正常。我看你也忝啊，无你上倒底去休困，我来照顾伊就好啊。秀华，我去看小琪啊，伊上爱关心的是你的身体。听到伊啊，声声句句，都拢为你咧设想，予我一个真大的启示。我知影，你企图想要害小琪啊，毋过伊对你一点仔怨恨都拢无，甚至讲，你的身体若无好起来，伊就无要甲任何人面对，甲小琪啊比起来，我感觉真见笑。你变成安尼，实在是我爱负上大的责任。你捌讲过，你苦心经营咱的家庭20几年，你无讲了，嘛苦了，我无带念翁仔某情，你心意想要甲小琪仔恢复较早的感情，
讲真济伤害你的话，做真济伤害你的代志。小夏，我真对不住你，我甲你认识的。小夏，小夏，小夏，我伫遮啦，我伫你身躯边，小夏，我伫你身躯边。 啉茶啦。当我专工泡茶互你啉，你是咧吐啥豆气？我是咧怨叹，真是咧怨叹啥？我咧拍拼几多十年，事业算讲是真成功啦，啊囡仔大汉，也毋知影我心肝内咧，一直感觉真虚伪、真空虚。你看，等小华病好了后呢，咱四个去倒位，你讲你是要去倒位？ 你若想要去倒位，我就带你去倒位。你是啥？我来去困了。你即马强男，来面坐啦。 当时长无出去啊？要这样。无我来去泡茶啦。唔免客气啦，啊，我含庆兰啊，有几句话讲的，阮就来走。你即嘛，有啥物话，你做你讲。是安尼啦，啊，庆兰啊，甲俊生虽然讲已经订婚啊，啊，毋过迄个时阵是阿喜人硬逼的。 啊，所以讲，我今日专工带庆兰来，想要甲伊参详啦。你是想讲要退婚？对，哎呀，董事长，你是会足敖的，啊，我袂讲出嘴，你就知影我的意思啊。庆兰，迄一天你第一只，俊生因老爸大声甲你问，到底你是爱俊生还是爱明良？结果你当大家面头前讲你选阮俊生，你即马拢袂记哩啊？我是不得已的。对啦。 啊，迄个时阵都爱迄样硬逼的，假使你若有相信吼，我会用就抓互恁听。好，无需要安尼啦。我再讲，加演技，我等你退婚。董事长，夫人，真实的。那安尼，阮来去。 启东啊，答应母仔囝安尼凊彩来退婚，你着凊彩答应，安尼敢对？我是要安怎才好？你同无嘛等俊生转来参详一下啊？无这个必要。要参详啥个？啊？其实俊生伊家己早就知影啦。搁再讲啦，订婚在法律上根本都无效力的啦。假使讲咱两个若真正有真情嘞，唔免订婚规尾啊来做翁仔某啦。伊若是无真意的，就是订婚十遍啊，也是枉然的啦。我就知，订婚迄一天就毋是啥物好格调，结果咧，即马真正会笑破人的嘴。俊生啊，当你是啥物代志安尼气噗噗啊？昨我甲乡事组的人讲好，要带证人去做笔录，啊你唔去啦，害我大去甲伊解释讲你无去的理由啦。结果吼，互因甲我口洗，讲我是菜鸟无经验，是糟糕无民主的。会也无算啥物无民主啦，这件代志真是下死下贱啊！竟然伊这是敢来退婚哦？为啥物唔敢？我会当甲伊要求一笔数目真大赔偿金呢。我就是惊讲你这代志袂成，所以讲呢，我也无底气啊，也无叫你送聘金叫骗人因啦。这骹手竟然就出要甲人订婚，啊！这代志若传出去了咧，亲戚朋友若知，我不想笑死。看小够衰啦！我来去找迄证嘛，好我甲伊某囝教死者。
你向小等，为我听清楚，你若敢踏出这个大门一脚步咧，我就无承认你是我囝。阿母，你是安怎啊？啊，咱去退婚，对方嘛已经答应啊，代志这么顺利，你颠倒伫遮咧哭，是啥物意思？天然，你和俊生订婚了后，阿母虽然无讲出嘴，啊，毋过心肝内实在足痛苦。阿喜也夜倒要自杀，我求你答应这桩婚事。我也想到你为着我答应嫁予你无爱的人，我是足烦恼的。啊，他即马已经解除婚约啊。阿母一时欢喜，嘛使一直留落来。庆兰啊，阿母安尼讲唔对心，啊你哪会目头夹夹啦？无啦，我是咧烦恼明了。明了是安怎？伊安尼一直唔食唔困，即马又搁去办公室补药，伊安尼，伊的身体变哪会空呢？明了为着惜己啊，总安尼无眠无日，算起来嘛是歹命啦。连良，你即摆是咧起笑哟？露天叫我出来创啥？是毋是我有劝人退婚？你感觉足欢喜的？什么？劝人甲你解除婚约啊？你莫点仔假啦！若毋是你咧使同伊安尼做向，这条小我会记啊清清楚楚。等有一天我会好好甲你算。不管你安怎想，也是要安怎算随在。俊生，伫电话中我歹势甲你讲，其实我有一项代志要拜托你。我早就知影你会来救我啦，只是想要讲会遮尔紧，讲出来听看卖啦。无一定我有闲甲你搭骹手。我是想讲，为着阮阿母甲秀华妈妈的代志，想要拜托阿金出面者。你想要请伊做证人？这我会当答应。真是了，多谢你啦。明了，你是有够天真幼稚呢。你想要请阮阿母做证人，一定证明淑琪阿姨太啦。但讲你也希望淑琪阿姨较紧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明了，这件刑案是咱做律师的传传案件，这样巧，你一定输我理你。因为只要人证不证齐全，淑琪阿姨稳死。妈的面色看起来都真正常，而且手术嘛已经4、5天啊，谁哪会拢目睭金金，啊唔讲话？可能伊无想要讲话。是安怎？有一寡患者有一款的心理，若是受到重大的刺激，还是讲伊对人生感觉绝望，会自然产生一种自我封锁的现象。我想要甲任何人讲话，我想是我伤害伊，伊对我绝望，所以唔才会无要甲任何人讲话。明了，讲起来真见笑，阿公我做假的，我这个做人婿啦，应该要好好检讨。凭良心讲，你秀华妈妈，伊根本就无亏欠我，颠倒是我欠伊真多真多。假使若有机会，会当重新再来，一世人，我甘愿陪伴在你的身躯边，永永远远疼惜你。爱你。
妈，阮爸心内话你有听到？